我哋享和汽車冷氣維修公司，隨住汽車冷氣嘅需求不斷增加，我哋不斷改進，提供更專業維修嘅服務。一般我哋都會建議車主2至3萬公里其實就要保養個冷氣㗎啦。咁好多時佢哋點樣先去做呢？就個冷氣唔凍啦，咁佢就先嚟揾我哋。個冷氣唔凍原因有好多種嘅，有其他好多種嘅因素，例如 overheat。因為其實今時今日標版個 display 唔會話得到俾你聽佢個冷氣係過熱，所以我哋都會幫佢清洗埋個散熱網，令到個冷氣系統冷卻，或者個冷氣壓縮問題，亦都會好多時都令到個冷氣唔凍嘅。因為好多人都唔知道本身冷氣裏邊係有泵油運作，裏邊嘅泵油正式名稱叫冷凍液，個泵油係俾冷氣泵去潤滑啦。泵油同雪種兩隻物料撈埋一齊做放射先會凍嘅，佢會衍生咗第3種物質出嚟，係帶有酸性嘅。裏邊啲酸性係侵蝕佢啲金屬，而導致個物料薄咗。咁當你一開冷氣，佢個壓力增壓嘅時候，咪好容易焗穿。去更換呢啲油，佢係冇螺絲就咁俾佢拆咗嚟放油，所以我哋要用部機，用個脈衝壓力來回沖洗佢出嚟。咁所以先可以咁樣去更換。如果佢嗰個冷氣唔去適當嘅保養嘅情況下，佢耗油量會大增，因為本身個冷氣泵裏邊啲係有油俾佢運作嘅，咁而裏邊啲油到期，個冷氣泵會負荷。如果計電動車嚟講，耗電量咪大增咗咯。電車嘅科技係比電油車精密好多。所以變咗，我哋都要提升我哋公司嘅質素。我哋都要去，例如機電處啊，或者啲汽車商會啊，去返學讀書，去增值自己。你唔知個原理，你唔會識整新科技嘅車之餘，會影響到自己嘅人身安全。唔識得去處理個方法嘅情況下，會好容易係電死人。我哋點解要追住個科技？除咗要研究電動車嘅科技，都要保障返自己維修嘅人員安全。其實依家啲車嘅科技，基本上我哋都會用專用嘅汽車電腦去診斷。電腦只不過輔助啫，佢只係幫你縮窄範圍。最終都係要靠人手嘅經驗去揾翻真正嘅原因，先可以揾到真正嘅損毀答案。咁我哋不斷都會增值自己，去追住個科技嘅潮流，去跟進翻新科技嘅車。依家暫時係電車啦，不久嘅將來可能會有氫能啊，或者其他種嘅科技。咁所以我哋都會隨住個時代轉變，跟進住個科技而去增值自己。